想我倒一个摕迄个台语汉语本，就是你今日刚说那个。伫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呼召阮，互阮有安尼的机会，让阮每一遍的奉献敬拜，拢是心所甘愿，我要献给上帝。愿主你感恩，阮从今仔日的礼拜，仰望交给主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祈，阿门。兄弟姊妹平安。今日已经较温暖了吼，无像前几工遐尼寒冷。咱虽然天气寒冷，我想咱的心拢火热，因为咱要来朝见上帝，要来遮俄罗敬拜。来，咱来唱圣诗57首，愿大家俄罗上帝。圣诗57首，愿大家俄罗上帝。咱念第1节、第3节、第5节，请。愿大家俄罗上帝，伊是阮的到万世，伊人民常常发现，到永远不会改变。第3节，主上帝大行高雅，想使百姓通啉食，伊人民常常发现。到永远不会改变。第5节，咱的心俄罗求主，你听咱长长苦苦，伊人民常常发现，到永远不会改变。咱今日第2首的圣诗是奉献的诗歌，咱真熟，所以无要断裂。咱就团练到这，请咱备办心来礼拜。
永远伫地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，伊无野也无先，伊的智慧无通测度。野先的，伊互因能力；软正的，伊加添因的气力。少年人也为野为先，勇壮的人也为跋倒。独独我靠耶和华的，要得到新的气力。因要亲像鹰鸟天势飞悬，因走也无野，行也无先。请咱来吟圣诗57首，圣诗57首，愿大家学乐上帝。请咱起立来吟，全首。愿大家学乐上帝。伊是阮的高万世，伊人民上上发现，高永远未为改变，主观念无所谓为，就更普遍的天地，伊人民上上发现，高永远未为改变，主上帝大行高雅，修书百姓通饮食，伊人民上上发现，高永远未为改变。咱有时受大艰苦，主人民上上照顾，伊人民上上发现，高永远未为改变。咱的心活乐求主，伊听咱当讲苦苦，伊人民上上发现，高永远未为改变。阿门。请咱议员徛地，咱三个来读新的诫命。请恁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伊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请来交托启文，启文第15篇，圣诗后面启文第15篇。请咱三个来交托。上帝啊，伫锡安有人学乐得听候你。要对你说啊，所说话。听人祈祷的主啊，囡仔有骗的，拢要照顾伊。罪恶看赢我，论到阮的过失，恁拢要赦免。你所拣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，即互人有福气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来心满意足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伊拢欢喜。你眷顾土地，落雨灌换伊，互伊真肥。上帝好，伊的水满满。你安尼陪伴土地，就是替人陪伴我国。你决压残痕，互伊的狗收平伊的灵。落雨雨水，互土地软软，伊将所发生的得哩你的祝福。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绵流，你的路径拢有油咧滴，滴伫旷野的草坡，山头用欢喜替人来行。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，山谷用五角做袜来盖。
伊拢欢喜出声来应之。以上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，阮要感谢俄罗你，因为你的疼遮砍阮一切罪过，因为你的怜悯，阮通伫你的保守中间平安经过每一日的生活。搁较因为你的恩惠，阮通得到满满的祝福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长阔宽深，阮袂通测度。你的话深深藏伫阮的心内，互阮无伫得罪你，互阮无离开你。主啊，阮意爱你的声音，阮要来亲近你。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所以阮要一世人跟对你的脚步，搁要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阮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来听你、服侍你，甘心乐意来献上家己。无论是金钱，也是委身服侍，拢要尽阮的本分。因为知影，乐意奉献的是你所欢喜的。你要将逐样的恩惠侪加添予阮。互阮凡事兴旺，常常充足，为行逐样的好事。天父上帝，阮伫遮敬拜时，阮要向你拍开阮的心门，通接受你搁较侪话语的教导，通互阮的性命成长，服侍有力，跑走袂亚线，通得到荣耀的冕旒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免。俄罗，圣我对所要献的诗歌是我的性命献予你。
我的性命献予你，愿咱一生用日子安尼来行。请咱来看圣经记载伫出埃及记25章第1节到第9节。出埃及记第25章第1节到第9节。咱的周报后面有登录，请听我来读。耶和华甲摩西讲：“你甲以色列人讲，着献礼物予我。既若心所甘愿的，恁通甲因收来做礼物予我。所着收的礼物，就是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料、幼地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做结茶。”点点的油，芳芳的品料，通做膏油来抹，也做芳香。红马肉甲别样的宝石，通镶一蝴蝶甲宝块。因着甲我起圣的所在，予我通点伫恁中间。则我一切所指示你的，就是会幕的款式甲内中器具的款式。恁就照安尼来做。以上讲道要请义杰牧师，伊的题目是奉献，甘心乐意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信心的大开，咱阁引带阮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。愿你的信心帮助阮，对阮上深的身体来敬拜阿罗你。愿透过今仔日出埃及记的话，大大个一遍来提醒阮，来帮助阮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照咱新眼光读经的进度，咱来到出埃及。伫埃及最落在以色列百姓，上帝听了因的哀求，差派摩西带因离开埃及。以色列百姓对最落来出埃及，其实是有430年的时间，这是非常长，嘛是几啊代的时间。这个民族非常的悲哀，子子孙孙、世世代代拢咧做的落来。上帝拯救的过程嘛，非常的特别。上帝互法老的心固执，法老让咱的心，上帝让法老的心刚硬。咱即摆现代台语翻做固执，袂歹哦，固执。然后用10个非常恐怖的灾害，法老甲放以色列人离开。常常人会犹豫，上帝为什么要用10个灾害？上帝需要互埃及人，上重要要以色列的百姓知影，如今要带伊离开埃及的这个上帝，到底甲埃及的神明有啥物无共款？对细汉伫教会长大的人吼，对细汉就听听咱即摆主日学嘛，真侪主日学圣经的故事，所以对所信的这个神明，咱敬拜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讲，是自然而然的代志。但是对于第一摆来教会，还是来教会无偌久的时间，若咱牧师来讲，我拄来教会进前，我30几年是咧拜拜，我拜的神明有真多的神明，咱么关公啦、妈祖啦、三太子啦、地基主，有真多的神明，每一个神明因的能力、气力拢无共款。因若生袂出来，就去拜祝生娘娘啦，祝生娘娘。所以对初来到教会要明白上帝其实是有限的，需要有一段的时间，伫咱这个信仰团体一步一步来操练明白上帝。所以上帝嘛用真大的苦心、耐心，带以色列百姓
出埃及，过红海，然后一路云条火条来看顾因。上帝叫即群摇啊叉、巴啊叉，咱讲哩哩啦啦的，这以色列百姓叫做上帝的军队啊。上帝叫伊，这是上帝的军队啊。当来到西奈山，上帝搁一遍，甲以色列百姓啊立约。这个约定是哪？是用血，上帝用血，血代表是性命。上帝甲以色列的立约是啊，生死与共的盟约啊。让咱人结婚伫上帝甲众人面前，这夫妻是盟约啊，毋是契约。上帝透过摩西要教导因律法甲诫命，以色列的百姓，咱咧读圣经知影，因讲因愿意，因愿意，因救主，因愿意，就是迄阵，当因讲愿意的时阵，上帝就正做以色列人的上帝。这条路无简单，行430年的时间。牧师，你写这段讲道篇的时阵，内心真激动，内心目睭嘛有充满一寡目屎。这是一段救赎的过程啊，嘛是得救长头生林八主的旅程啊。相信第一代的人有真清楚，嘛有同款的经验。回想牧师33年前，33岁，林八主耶稣进前，离世界日子嘛，好亲像一段受奴才的日子啊，受生命偶像的控制，受传统价值观偶像的捆绑，含入追求金财、地位、民主偶像内底，甲这个世界价值观的水，你流你行。好亲像嘛，行甲真欢喜，有时嘛得到真侪外在的好的物件，可惜内心可是空虚的。常常三不五时含入黑暗深渊的艰苦，内心得袂到满足。即几天有一个社会新闻，一个真有名的律师，互抓到。厝内发现有4000多万的现金，听讲是虚拟的诈骗。咱即摆社会真多即款的代志，诈骗真哪会发生？反映出的是，当人的性命甲上帝无关系的时阵，内心的贪婪甲空虚就会出现。各位兄弟，如今千万人，上帝伫千万人的中间来救赎咱的性命。当咱对世界入来教会，这嘛好亲像一段出埃及的经历啦，是一段真正的旅程。要是无上帝出手，牧师嘛无可能会来教会；嘛是无上帝出手，咱无可能完成出埃及这个任务。咱知影出埃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付出非常重的代价。出埃及会使讲是历史上上凄惨的一个战争啊！咱来回想，有哪10个灾害？咱即摆来想第一个吼，水变废。咱即摆来想想，咱台湾全部的水库拢变成废，安尼发生什么代志？台湾就放弃啊！蛙灾、蚊灾，什么水龟、蚊灾、冰雹、蝗灾，头生的囝互刣死。这几年，咱今仔日个 COVID-19， 咱瘟疫全世界都挡袂牢。无需要去查，大家可能袂记啊。全世界死几百万人，这3-4年来死几百万人。咱何况迄阵当时10个灾害做伙临到埃及的时阵，圣经讲埃及全地拢死啊真惨，无一个家庭无死人的，无一个家庭无死人。
迄个哭声偌恐怖。你也知影，无事要讲是讲什么？就是出埃及了后，真系以色列百姓因开始爱思考一个性命顶面的问题，就是因的命到底是什么人的？如果等下礼拜了吼，咱去外口你也落去吼，去问人，问这个问题：你的命是什么的？无事想啊，应该有3个答案。第一个，当然嘛是我的。第二个，迄让问容你笑的，神经病问这个问题，你的命是谁的？第三个，伊真正有你思考的人，伊真正戆戆唔知我的命到底是什么人的。如今咱基督徒有想过无？你会知真做基督徒，你的命是什么人的？你我的命，佫是谁的？咱这点也无想清楚，咱真歹参悟。参悟咱今仔日要读的这个经文，献礼物则会起做会幕，起做圣殿这个大的工程。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，第1节到第2节。咱周报后壁面，天气冷的时阵吼，哎，读出来吼，就较袂冷吼。来，请耶和华甲摩西讲，你甲以色列人讲。着献礼物予我，既若心所甘愿的，恁通甲伊收来做礼物予我。上帝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毋是安尼就结束。上帝呼召咱来到教会，嘛毋是结束咧，是较开始来到教会。出埃及开始要受起造操练，真做上帝的军队啊！弟兄妹，咱在座，咱拢是上帝军队的一份子。上帝指示因献礼物，主要是要起造会幕。上帝毋望所有的人参与伫中间的起造，透过参与奉献、服侍，接受上帝的信仰的操练。咱搁做伙来读第8节到第9节。第8节到第9节，来请。因着甲我起信的所在，予我通踮伫因的中间，照我一切所指示恁的，就是会幕的款式，甲内中器具款式，恁着照安尼来做。当时的会幕就好亲像咱即摆移动式的帐篷共款。是敬拜上帝的所在，是上帝甲以色列百姓同在的记号啊！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如今伊限制家己，要带入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成做因的保护。因带因行往上帝应允互因祖先的土地。今日的经文第3节到第7节讲哦，以色列百姓伊献的礼物是甚物？第3节讲，所着收的礼物，就是金银铜等等。你来看，有16项贵重的材料。上帝要从这贵重的材料制作会幕的款式，甲会幕内中所有器具的款式，就是然后咱出埃及，新安讲读经的时候，咱对25章到31章的记载，咱就知影。咱会从在贵重的材料起做野果、约柜。当然，咱即摆咱嘛是用真好的材料来起咱的圣殿。咱在礼拜堂，咱需要咱的咱在坐的物件，咱这讲台艺术共款。经文讲到献礼物有一个重点。就是参与的人爱怎样，心所甘愿啊！因为献礼物的服侍，同时嘛是你敬拜，就是你敬拜。敬拜是反映出人对上帝的敬畏，感谢上帝救赎咱离开埃及做奴隶的日子。感谢咱就是要用行动来报答上帝救赎咱的恩典。
就好想想，当咱疼一个人的时阵，咱感谢一个人的时阵，咱嘛是要为了伊做一寡代志，敢毋是？咱出去旅游的时阵，会为了咱的厝的人买一寡伴手礼。若咱牧师有真侪兄弟姊妹有2礼拜无看到牧师啊，吼！牧师等于进门，大家拢足期待牧师今日有贡糖通食。你放心，等下礼拜煞共款有贡糖。我去买贡糖的时阵，迄头家讲你哪买遮多？我讲教会吼大大小小有150人啊，一人食一袋就150，2袋就300袋。牧师，你买这物件的时阵，我心所甘愿，心所甘愿。咱兄弟姊妹嘛有真侪咱有安尼，即摆口比有人生日，咱就问候。牧师迄天生日的时阵嘛，接受到真侪兄弟姊妹问候，甚至有人用透过网络送咖啡给牧师，牧师爱啉咖啡。我想送互牧师咖啡的人，应该嘛是心所甘愿啦。有你笑就知影，有甘愿有甘愿。有甘愿的时阵，收的人嘛较感觉就无共款就好像就大部分的爸母对家己囝儿的付出，是毋是心所甘愿？无勉强，袂后悔，甚至不会求回报的。安尼较有法度做开心，无安对双方拢是伤害。如果迄礼物毋是心所甘愿，是有其他的目的、动机，牧师买贡糖互恁，是希望牧师会使你见成读较久的，你毋通让牧师赶走。有这个动机，是有啥物好处？你就真奇怪。是甚至咱献礼物的时阵，毋是真甘愿你做的时阵。经文讲，即款的礼物，上帝无爱。上帝爱的礼物是人心所甘愿啊！心所甘愿是咱敬拜非常重要的态度。你服侍嘛是同款，只有即款的敬拜，即款献即款的礼物，献即款的奉献，即款的服侍，上帝较会欢喜接纳。唔甘愿的奉献，上帝无爱。咱你做服侍的时阵，是要做互人看的时阵，即款服侍人有看到，但是上帝无欢喜。当咱做服侍是要点家己的时阵，你有点到，但是上帝无欢喜。所以奉献礼物其实是无简单。可能家己要来做，无法度，因为人伫真侪现实的顶面，咱拢会拍算甲会乱录。咱人兼菜嘛会自私，要为家己较加收一寡，这个是人之常情啊。但是只要咱有愿意奉献的心，上帝照咱的心，咱会使祈祷上帝啊，我想要奉献，但是我有乱录。上帝了解你的心，伊会在你帮助你。然后咱好亲像上帝照法老固执的心，来真侪十个灾害来发生。出来去得到新的性命，以色列百姓，如今因知影因的命是甚物人的救的吗？因的命是受甚物人的吗？而这时的以色列百姓因知影，因的命是上帝的。兄弟姊妹。在咱读圣经讲，牧师嘛呼吁，上帝话是咱信仰团队上重要的代志。你会使拍算真多的计划，伫世间真侪计划，要去到佚佗，要买什么物件，要计划什么物件。但是上重要的咱上帝的话爱每一天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你的生命才有法度改变。当咱照圣经讲，你读经的信度，一天1章2章。当咱读到36章的时阵，讲到以色列百姓，
伊拢是有感动，对心欢喜啊，拢心所甘愿献礼物来祈祷会幕。牧师嘛听讲，咱20几年，咱祈祷即间咱建成礼拜堂的时阵，大家嘛是心所甘愿来奉献，咱无去外口募款一角银。迄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嘛是安尼，心所甘愿，甚至有人啦，将家己的工作放下，将教会圣工的排第一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最后圣经讲，甚至奉献所需要的礼物超过起会幕的需要。万观音的上帝有欠什么需要咱献礼物？天甲地一切拢是伊的，是上帝限制伊家己要住伫咱人的中间。去做会幕是为着人啊，咱去做这个圣殿嘛是为着人啊，是上帝邀请咱做伙来同工。这看是咱人的去做，其实是上帝你引带你去做啊。上帝赐智慧。我做兄弟姊妹，上帝用心感动真侪兄弟姊妹有迄个勇气奉献的心，来参与去做会幕的工程。无管是较早还是现在，这个过程中间，上帝所要的，是咱有心所甘愿奉献迄个心。上帝爱咱的心啊！兄弟姊妹，上帝是爱咱这粒心啊！只有心所甘愿奉献，甲服侍的信仰团体，才有法度去做圣所，去做礼拜堂这大的工程啊！咱嘛听做真侪的教会，毋是心所甘愿去礼拜堂。发生真多的问题。当咱有心所甘愿的奉献服侍的时阵，咱的教会才会成做彼此相挺的教会。哥林多前书6章19节20节，大家非常熟的一段经文。保罗讲：，敢毋知恁的身躯是信心的殿，即位信心住伫恁的内面。是恁对上帝所领受的，你毋是属伫家己，咱是属上帝，因为恁是伊付出代价买来，所以恁着伫恁的身躯荣耀上帝。各位兄弟，咱的命毋是咱家己的，咱的命是上帝的，是上帝付出几多的代价，将咱买来。20几年前，上帝对世间把我买来教会，这个代价，上帝付出真大的代价，就好像上帝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同款，死偌侪人，这代价，这代价是上帝用伊的囝耶稣基督的死替换咱的我。咱本来拢受定伫十字架顶，但是上帝用伊的囝定十字架换咱的自由啊！我是再讲一摆，只有当我们意识到，只有当咱发觉到啊，向想到，如今咱的活命，咱世间所有的物件，金钱、万物。咱的智慧、咱的地位、咱的名声，拢是上帝的啊！甚至咱即摆的一口气嘛，拢是上帝来。当咱有安尼确信的时阵，一切都无共款啊！当咱有安尼确信的时阵，一切都无共款。就亲像这以色列百姓。当因心所甘愿
献上礼物来起做会幕的时阵，是敬拜，嘛是一种宣告。宣告哪？宣告对答以后，耶和华上帝是伊的上帝啊！耶和华这个神明是伊的上帝，毋是埃及遐的神明是伊的上帝。咱的上帝是耶和华上帝，毋是关公，毋是三太子，毋是妈祖，毋是社会地位这个偶像是咱的上帝，毋是咱来从清楚。咱的宣告，对这时以色列百姓较真正脱离埃及做奴才的身份。咱真侪兄弟姊妹，咱对社会来到教会，咱无脱离奴才的身份，你知毋知？等于脱离奴才的身份，因的身心灵较真正得到拯救。上帝要互因起做会幕，当然就真顺利的完成。心所甘愿献的礼物，咱的服侍，当然会得到上帝加倍的祝福。心所甘愿有简单无？无简单。咱是10到10，1到10，心所甘愿是10啊。牧师从2个礼吼，法定2章。咱这礼拜爱餐，咱的主厨是傅园，牧师真感动。用伊要互料理的大家休困一下。拜六毋免来准备，礼拜早起毋免叫来送菜。伊家己一炒早落来，乌多摆使菜市场走几啊遍，肉啦、物件全部安买来。中昼一直开始切菜，开始从准备到下晡。伊就是心所甘愿啊！心所甘愿是爱奉献啊，爱牺牲伊家己要佚佗的时间，伊爱牺牲伊安尼家己骑乌多摆，但是伊阁体贴咱一寡兄弟姊妹。第2个呢，是咱种的妇女团契，有咧手做一寡料理，请老师来教咱做一款酱料。3点开始，老师讲伊10点半就要来准备啊，10点半就来准备哦。咱的新任的会长秋霞，敢毋免10点半就爱来，嘛是爱来啊。牧师爱开门啊，毋免爱开门啊。秋霞会长伊嘛爱心所甘愿的会友，团结会友，大概3点来噻，伊10点我就陪因来。中昼伊阁请因食饭。3点咱妇女团结会友，大家大家做啊真欢喜，有做过有通食。心所甘愿，爱有淡薄限制你家己，牺牲你家己。勉强你家己，但是伫这个心所甘愿的时阵，上帝欢喜，上帝会加倍祝福。换这句话来讲，也毋是心所甘愿的，我有奉献，我有服侍，可能是2分、3分、4分、5分，一边做一边你埋怨，会闪的就闪，会走的就走。这款的服侍。真可惜，咱的信仰、咱的灵命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就是对你年轻到年老，灵命增长拢有限。你明白了上帝，你讲明白上帝，好像又不认识，无遮明白，因为你毋是完全100%心所甘愿的付出。有时咱会体贴咱的身躯，我知影，无差我一个啦，无差我一个。咱的诗情、才艺，
这是牧师感动啊，牧师的讲道片内底。咱等下礼拜三咱来关心一下，伊枕头拢正起来，弯不起来。昨嘛共款来输球，这是伊的积分，伊的积分。伊愿意心所甘愿，我唔知伊可能一边弹，可能也手指会痛。伊愿意投入这个团契，伊唔限制家己，伊袂体贴伊肉体的艰苦，伊要欢喜上帝。时间真紧。2个牧师来咱建成教会8月份就要满7年啊，6年外2000多个日子，有长无？真长呢！6年内有真大的变化，你知唔知？阮挚爱牧师上岁的查某囝，来时阵是小学5年级，日新国小，即摆已经高中啊咧，高中啊咧。牧师来到建成是40几岁，才几工做生日时阵嘛，已经55岁啊。咱遮在座的兄弟姊妹，迄阵我来的时阵还阁真勇，但是经过6年外的时阵，因即摆刷悠悠卡会叫3声，哔哔哔。真正兄弟姊妹已经3声无奈啊，3声无奈。对60几岁人变70几岁，70几岁人变80几岁。生日迄天啊，总会传福会有打电话来祝牧师生日快乐。这个牧师无实在，迄个老牧师叫做陈永光牧师的款。伊讲听是5楼长老恁的亲情的款。啊，伊讲5楼长老是毋是80岁？我无。90啊，90啊，时间就是遮恐怖。当然，咱嘛有真侪咱敬听兄弟姊妹蒙主恩调。你这6年外的中间，上帝予咱的异象，成全信尽头，万民该世师，要互咱起造一个基督的教会，荣耀上帝的教会。有一句话安尼讲：不进则退。咱伫这6年的中间的跑走，咱拢伫进步的路上。咱教会完成真侪美好的事工，嘛真侪咱感觉无可能的任务。咱甲以色列百姓同款，拢是上帝的军队啊！上帝是这6年外的中间，透过侪侪的事工，侪侪的服侍。超越咱所有兄弟姊妹的信用，甲咱的人民。我是看到咱建成教会每一个兄弟，拢是上帝予伊的位置，无管是书会，无管是咱圣歌队，圣歌队是每一礼拜、拜六暗爱来练习，礼拜爱来献。还是招待音控，还是咱即卖爱餐，咱会记得袂？6年外前咱的爱餐，咱本来无爱餐哦。我们本来是要试办3个月哦，试办哦，就讲试看卖，一办6年外。无管有侪兄弟姊妹担任什么职分，中级团契会长，真辛苦。因为阮认为牧师嘛真紧张，所以咱的中级会长嘛真辛苦。但是伊犹原坚持要了落去。咱有5个部组，有5个部长，礼拜、宣导、总务、教育、关怀。而这个5个部长，因热心、以身作则，会带领下面，咱兄弟姊妹拢心所甘愿。奉献咱的时间，奉献咱的金钱，咱会记得袂？6年前咱的礼拜堂漏水，就是牧师伫遮咧讲道的时阵，水流来。一个咱敬听的老姐妹来讲，牧师，咱教会参
旧约圣经讲的同款，大家拢有天花板的厝通大，咱的教会哪里漏水？伊一边讲一边真艰苦，牧师嘛听真艰苦。但是咱知毋知？迄个月，当咱同心合意、心所甘愿，咱迄个月100万一个月，大家就奉献出来。6年前，大家可能袂记的。有真侪兄弟姊妹用伊的温书、在用同心合意伫教会做的需要。牧师嘛深深体会，咱这6年来，咱建成教会的起初。外口你看咱讲，哇，咱建成教会真有活泼有活力，是有贴心的教会，有真像原住民来募款等等。但是咱知影，在起初的中间，毋是想的遮简单。伫咱的中间嘛是有啥互相有冲突的时阵，有彼此有什么一寡意见的时阵，这是一条无容易起初的路。但是因为咱共同有一粒愿意咱改变的心，咱想要改变。中日同工会长常常互牧师一寡意见，我嘛相信，阮会听入。上帝透过因咧讲话，咱有追求真理的心啊。咱无可想要安尼过日子，咱嘛有一个彼此相疼的心。当咱愿意安尼心所甘愿去行的时阵，上帝才应允。你心所甘愿献的礼物，预备，上帝爱。直到真侪新约基础伫咱的教会来发生，伫咱兄弟姊妹的身上来发生。互咱的建成教会会使为主死过去做见证，但毋是。最后，牧师要提醒大家一项代志：上帝已经带咱出埃及，带咱出埃及，咱无咧搁做奴隶的生活。咱人出来，心嘛爱出来；咱人出来，心嘛爱出来。求主帮助咱，伫新的一年，咱继续用上帝赏赐咱新的眼光，上帝家己的话，将咱家己当作活祭，咱心所甘愿献予咱的上帝来使用。咱做伙用欢喜的心来跑走天路。牧师今年虽然对40几岁来建设服侍，潘哥讲牧师。你本来头发黑黑的，来到建成，现在变白头发，不要紧。牧师嘛是非常心所甘愿，而且每一天的服侍，我感觉我愈来愈少年，我感觉愈来愈少年。望咱的兄弟姊妹，咱会使同款，咱得到上帝的应允，咱的身躯、咱的日子虽然一天一天过，但是咱的心会愈来愈一天啦，日益更新。咱有主同在的性命，咱每一天有丰盛喜乐的性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这个新年头、旧年尾的时阵，愿阮透过上帝你的话出埃及，搁一遍来思考阮生命的问题。阮伫遮要做伙来宣告，主。你是阮世上唯一的上帝，嘛是阮唯一的倚靠甲帮助，以及嘛是阮生命欢喜丰盛唯一的来源。愿主加添阮兄弟姊妹有气力，互阮的凡事底心所甘愿，奉献阮家己，成做上帝的军队。安尼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咱来吟回应诗，圣诗306首 A 调，我的生命献予你。圣诗306首 A 调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的生命献
请坐，奉献，请书献的同工来说法。将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公道的时间，请咱来看周报内页。咱公道的事项，第一项是愿主保守咱的奉献，是甘心乐意，对心底将全心献给上帝，诚做起造主圣殿上好的礼物。第二项，咱为着机体欠安的有调养部分，就是陈经主、陈王兰、洪甘基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郑宝玉、陈丽水、吴怡梅、杜娇、陈秀荣、赖胜雄、陈依丽、林依诺、洪永铁、孙兆静、刘淑珍、李彩莹蔡伴奏黄淑敏。咧福建的中间有刘惠忠、李碧莲、苏凯华、张丰龙、顾千辉，有郑流，就是蒋如姐、杨娜姐、怡君，林吉长老，甲林文成，甲伊的太太嘉靖。第三，咱为着新当选的正副总统甲立法委员来祈祷，愿主保守。光照朝野党团行公义，护人民心存谦卑。第四项，为着乌克兰俄罗斯以及以巴的战争，甲红海危机所造成的人道救援甲经贸的问题，为着日本的石川甲新疆的地动的重建，咱就是才会开声来祈祷。上帝，感谢你创造这个万万有的地球，也予人类伫这个所在来徛起管理。主啊，知影人的败坏带来最多，无论是环境，无论是人甲人的关系，无论是各种人的生存的问题，主啊，拢带来真侪危机。看起这个地球气候变迁渐渐地恶化，主啊，阮真正毋知你的旨意是怎样，只有阮去调接受着你，互阮通真做你的好的关系，继续伫这个你所创造的乐园来徛起。主啊，
守最所欠亏，身体欠咱的，也是心灵所向的。主啊，恳求你让你临来关顾。主啊，感谢你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想使阮通起造你的圣殿伫这个所在。主知影，这个拢是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遮尽心尽意的奉献甲服侍。主，阮知影圣殿的起造，毋是单看一个人，还是某一位牧者伫这个所建立的，乃是历代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遮献家己，因的金钱也好，因的委身的服侍也好，也通起做各团体伫遮建立这个水的教会，来荣光主你的名。主，愿感谢你。天父上帝，当阮的兄弟姊妹中间，无论是身体欠安，还是心神丧向软弱的，主拢需要你的同在，因为你要保守照顾阮，互阮通赢过这个试炼。主啊，阮徛起的这个岛屿，台湾这个国家，是主你所听、所眷顾的。当经过总统选举、甲立法委员选举，有新的团队伫遮开始要踏出脚步，带领台湾头前的路站。主，求你的圣神永远甲阮三个伫底，互阮通徛起这个乐园、这个水的国度。无论是执政、经济、人甲人的关系、族群的关系，拢伫遮日日进步，通成做一个水的国家。也阮为着全世界所发生的这战争、战乱、人道的救援、人的丧失，最这发生的事，主你拢看去。但求你怜悯，求你将和平、公义、仁爱放伫阮全世界每一角落，互阮这个地球是成做一个水的地球村，是成做一个水的土地，是照上帝你所创造你的好的意思。主啊，无互阮个人甲人纷争，国甲国战争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听阮伫遮有声无声的恳求祈祷。即条，阮要用三甲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式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，咱来看周报。下礼拜所有的侍奉的人员，请咱注意。来看教会的消息。第一项，本主日中昼，志美牧师要前往李顺成教会主持小会，请咱为着伊祈祷。第二，本日爱餐结束了后，要进行全教会的大扫除，要北遮的圣诞节的装塔吼，请各团体来配合。已经有公布，无论是你的手机内底，也是咱下骹的所在，拢有打咱分配各团体分配的区域，请咱各团体来配合。会长团体吼，会长来负责调度你的人力，当先合意为主来做工。第三，各部各团体请伫本主日将2023年的施工报告。2024年的施工计划甲预算交予干事，通顺利来核会手册来编印。第四，1月29、8日的下晡4点，教会要消毒，所以1月30拜日教会无开放，请咱注意。第五，
2月初3拜六下晡2點召開小會，3點召開中執會，請中執留意這個咱的會吼，備辦心來參與。第六，新春的這個聚會的公告吼，有三個日子吼。第一個就是2月初10，拄是拜六，也是初一，咱的舊曆的初一早起吼10點，咱有舉行新春的青蛇禮拜，這是合堂的。第二，2月11，就過工，拄是主日禮拜日吼。上午9點，遊園正常9點半，遊園正常舉行主日禮拜，遊園是合堂的禮拜。第三，2月8，拜四是咱的小年夜吼。到2月14拜3，咱的周间的团契聚会暂停，请咱注意。奉的明细的伫这个所在，若有出入，请咱用过节来订结。牧师补充。补充第2點吼，各团契，咱的摒扫的時陣吼，咱這嘛是獻禮物奉獻的一個典型的表現啦，吼。咱希望兄弟姊妹，咱會來先較早以前，咱第一吼來參與，吼，咱毋通攏是安尼團契會長吼，家己一個仔咧舞，吼，咱上帝嘛透過那個大掃除，毋是僅僅是禮拜，每一項下面攏咧操練咱的信用，操練咱靈命上面，吼，牧師做安尼補充。第一，咱來吟上營聖詩516首，這是禮拜特別說。臨時後請牧師祝禱，請咱起立來吟上營516首。這是禮拜特別說，大家吟心學是說，心掛上上三高杯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互咱得以要成做一个心所甘愿的门徒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
咱今日聚会到遮，请咱密祷闭会。